相信大家仲記得喺前2集嘅探店日記，華仔已經同大家介紹過興旺餐廳嘅人氣特價菜式，同埋佢哋接受糧食券付款嘅便民服務。而今集嘅探店日記，華仔將為大家帶嚟嘅好消息，就係如今興旺餐廳增設全新宵夜時段同埋免費泊車服務。相信呢2個好消息一定會為食客帶嚟更優質嘅用餐體驗。興旺餐廳位於布碌倫七大道51街夾52街之間，憑住價廉物美嘅燒臘同多款人氣特價菜，成功吸引咗附近唔少街坊同食客慕名而嚟。隨住天氣轉暖，興旺餐廳特別推出全新特色宵夜時段，營業時間由朝早9點半一直延長至凌晨2點。無論你想食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定係夜晚同3、5知己小聚食宵夜，都可以隨時過嚟盡享美食。除此之外，餐廳仲特設免費泊車服務，貼心解決食客最關注嘅泊車問題。記得訂位嘅時候提前預留車位，過嚟用餐就更加方便同安心。講起宵夜，華仔就諗起以前喺國內食大排檔嘅日子，約埋3、5知己，點一份熱辣辣嘅乾炒牛河，一碟風味十足嘅田螺，再開返幾支冰凍啤酒，嗰種熱鬧又溫馨嘅聚會氣氛，到今日都依然令人回味。而當晚，店家更加特意為我哋準備咗多款宵夜特色美食，有鐵板牛腩豬腸粉、鐵板田雞、魚露石螺、麻香炒河、咖喱牛肉，仲有鮮味濃郁、滋補養生嘅胡椒豬肚浸鮮蠔湯。每一道菜都充滿濃濃煙火氣，尤其係華仔最中意嘅鹹豬角粥，係記憶中最難忘嘅味道。今晚華仔特別同大家分享興旺餐廳推出嘅新品油蜜金豬，選用原隻乳豬精心炮製，釀入香噴噴嘅臘味炒糯米飯，再慢火入爐燒製。呢道菜式可以講做到皮脆肉嫩，香而不膩，外皮燒至金黃酥脆，糯米飯充分吸收乳豬肉汁同油香，糯香十足，軟韌入味。再配上黑松露醬，令整體風味更顯層次，鹹香中帶住淡淡松露幽香。興旺餐廳除咗擁有地道美味嘅菜式之外，仲提供貼心嘅免費泊車服務，加上延長營業時間，真正做到方便又抵食。無論係家庭聚餐定係朋友宵夜，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